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，亦都受益於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嘅支持，加上我哋喺科研、金融、國際商貿、聲音服務等平台都可以發揮我哋嘅所長。我哋應該學習宣傳貫徹兩會精神，喺人工智能同埋生物科技領域方面，為科技創新產業發展作出貢獻。特別係北部都會區裏邊未來創科之城河套地區，政府必須推動更有效嘅政策同埋服務，從而帶動各界喺尋龍、養龍方面做好各階段嘅支援。亦都要與深圳科創園區形成協同效應、良性互動，推動科研成果走向國際市場。未來整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，亦都需要善用國家創新嘅科技，投入落去我哋嘅建設，從而令到我哋嘅工程可以提質、提量、提效。